最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5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15页。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就是解说甲灵修出行与不济经本无差别。即马应该来刷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善知识，一切修道路及诸文字，大小义性，修义普经，该因人智，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心。一切经书因人说有，言其人中有愚有智，愚为小人，智为大人。愚者闻于智人，智者以愚人说法。愚人忽然误解，心开与智人无别。善知识，本我即佛是众生，一念我是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将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言：我本性原自清净，若失自心，见性皆成佛道。证明经言，即是复然还得本心。即马就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解说这段。这段呢，就是伫咧说明讲，为一切众生来说经教。就是讲咱世尊所讲这三藏十二部经，这呢是为着众生，为着度众生所说。六祖慧能大师讲到这个所在，又搁再叫一声善知识，讲一切修道路及诸文字，大小义性，修义普经，皆因人智。一切修道路，就是讲所谓这修道路，以及呢所谓这文字，大乘小乘修义普经呢，这拢总就是因为有咱人，所以呢才设置。在这个所在叫做讲智呢，就是设置，也可以讲就是施设的意思。今晚咱先来解说这个修道路。修道路这是印度话，那该翻译做咱中国话意思呢，就名叫做讲做客经。这个客经的这个客呢，都是讲做客理客机，就是上客诸佛之理，下合众生之机。上客诸佛之理的意思，就是讲这个经对象呢，会当互来契合着诸佛所讲的道理，也就是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道理，甲过去一切诸佛所讲的道理呢，是共款啦。
拢无差别，所以名叫做讲做相克诸佛之理，下合众生之机咧。就是讲，对于下面讲起来，佛所讲的道理啊，会当好适合着众生的根基。咱教出释迦牟尼佛有伊的殊胜的方便，无论是倒一类的众生呢，伊就有法度咧，用倒一类的方法来去甲伊教化，这就是属于下合众生之机。所以，这个修道路就是经典的意思。一切修道路，也可以就是所有一切经典，集注文字，讲以及呢所有的这个文字，这个字就是讲一字一字啦，叫做讲字。文就是一字一字倒来，就变成一个句倒啦，变成一个文章啦。乃至呢，就变成一部经、一篇的道理啦。这呢，拢就是属于文字。根据咱历史上的记载，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在世迄个时阵，伫咧讲经说法呢，并毋是讲先写在文字上，才照这个文字来讲。乃是一种的随机说法。以后伊的弟子呢，则将佛所讲的道理呢，甲伊记载、甲伊记录编辑，才变成经典。所以佛当伊是伫咧讲经说法，并毋是像咱现在是讲某法师在啥物时阵要在啥物所在来讲一部啥物经，并无先安尼去定。乃是一种的随机的散说。以后由这个弟子呢，再甲伊结集，变成经律论三宗。下面讲大小二乘，这个大小二乘就是大乘小乘，名叫做讲做大小二乘。这个大小二乘，大乘甲小乘。对着小乘根基的人所讲的，属于阿罗汉道，或者是成为辟支佛的道理呢，就名叫做讲小乘。对于大乘根基来讲，迄个成佛道的道理呢，就名叫做讲做大乘。这就是大乘小乘。若是四部阿含经等这是属于小乘。法华经啦、维摩经啦、华严经、楞严经等，这是属于大乘的经典。在法华优义，有安尼伫咧讲佛的教法，虽然呢亲像天沙汉尼遮济，但呢现在是会使你以两种的道理呢，来甲伊包括，就事无不尽啦。第一就是富小根基的人所讲的，叫做讲小乘；第二就是讲对着迄个大根基的人所讲的，就是属于大乘。所以伫遮讲做大小二乘。佛法本来也无啥物大乘小乘。乃是因为众生根基有大有小，随着大乘根基所讲的变成大乘，随着小乘根基所讲的呢变成小乘，名叫做大小二乘。下面十二部经，这个十二部经呢，就是将所有的经典呢来甲伊分做12类。事实上呢，就是经典的组织，有12种的题材啦。这名叫做讲做十二部经。那这个十二部经在《大智度论》第33有所记载。第一就是修道路，也
就是客境。那事实上应该呢，就是名叫做讲做中行。这个中行呢，就是讲经典内底啊，是一句一句安尼一直倒落来，是倒真正长的即款的经典的文字，叫做讲中行。那咱现在是自头啊解说来到遮为止啊，只有新秀大师的记甲慧能大师的记，毋是中行以外，遮拢是属于中行。咱一段一段讲落来，这拢是属于中行的题材。再过来第二呢，就叫做中常。这个中常呢，这是一种的吉祥。吉祥就是讲，或者是5字一句，或者是4字一句，或者是6字，或者是7字一句，无一定。这个吉祥，这个吉祥改名叫做讲做中常呢，就是讲在这个中行的文已经有啦。但呢，为着要增加对这个道理的了解，所以呢，就搁再用吉祥啦、重复、简单，搁再说一遍。那这个道理呢，乃是一种的重复的说明，这名叫做中常。第三呢，名做高起常。这个高起常的意思呢，就是讲在前面的中行的文末，到甲吉祥这个所在啊，才有的道理。前面无在吉祥的所在所走出来，这呢就名叫做高起常。这拢伫咧说明在经典内底迄个文章的题材，就是讲文字的题材。为什么在经典内底有中行，搁再有这个吉祥呢？无论是中常，无论是高起常，这拢是种吉祥。这呢是有几多种的意思，尤其是对于这个中常讲起来，因为咱细阵伫咧讲经，有的人啊讲的时阵，伊都来袂赴，伫咧讲这个散文的时阵来袂赴。以后呢，搁再用个中常，搁再重复一遍，就使伊才会落尾来遮人呢，有机会好听到。这呢就是中常的用意啦。那这个吉祥，因为你这个文中伫咧连落去啊，要来甲背诵呢，就较无容易记起来。因若是讲5字一句、6字一句，或者是讲7字一句，或者是讲4字一句，一句一句啊，就较容易背。这啊，也是咱佛在讲经的时阵，有当时阵呢，用这个吉祥的所以连。四句普经，到甲第三呢，就是属于高起常。第四就是因缘。这个因缘呐，就是讲在经典内底啊，有伫咧讲这个因缘，所以叫做讲因缘呐，就是啊有这个种种的故事，所以叫做因缘。第五呢，名叫做本事。这个本事的意思啊，就是讲在经典内底，咱世尊呢讲出佛的弟子过去世的这个行业事业，这个种种的代志，这个名叫做本事啊。比如讲某一位菩萨啦，在过去生中是伫对修行做啥，或者是讲某一位尊者过去呢是伫做啥，这类啊，这就是属于叫做本事。这是第五。第六名做本性。这个本性，这是佛自己啊，讲出自己过去在行菩萨道迄当时阵的所有的这个行业等等。佛呢会讲起讲我过去生中行菩萨道的时阵是安怎样行，
像讲在《法华经》上不轻菩萨品，有伫讲即位上不轻菩萨。那即位上不轻菩萨，正就是咱世尊啊过去行菩萨道迄当时阵，伊诶行业，就是讲伊诶修行诶事实诶情形。像即类呢，就是属于叫做本性啦。《十月菩经》诶第七呢，叫做阿毗达摩。即个阿毗达摩就是未曾有，未曾有就是讲咱佛啦，有当时会讲出一寡过去拢毋捌讲到诶道理。这呢名叫做未曾有法，这是第七。第八呢名叫做譬如。在经典内底呢，话道理较深，直接讲迄个道理呢，可能无容易了解。那只好呢，就是用个譬如咯。在经典内底啊，有真正这是以譬如来说法，这也算讲是一种题材，就是在《十月部经》内底第八。第九呢，就是论语。这个论语就是讲在经典内底啊，比如讲佛甲这道弟子。大家互相伫遐讨论道理的，这个就讲论语。本来这个论是经律论三宗之一啦。这个论呢，大部分是以后的祖师所做的较济，但是呢，在经典内底啊，也有即款的论语的题材。像讲在《楞严经》内底。咱世尊对阿难尊者来追究这个心到底在什么所在，名叫做七番破处，妄心呢无一个所在。这呢就是咱世尊甲阿难尊者一问一答之中啊，来去折服这个阿难尊者。因为这问来问去问到尾啊呢，这阿难尊者无话讲啦，那当然。就是讲伊无道理，那就是讲佛呢所讲的是无毋对，所以当然呢，伊就降服。像即款的呢，就名叫做论语。再过来第十呢，叫做自说。这个自说就是叫做无文字自说。无文字自说的意思就是讲，咱世尊伫咧讲经，大部分拢是有弟子的请教。才讲出道理来。毋过有当时阵呢，无有弟子的请教，无来问自己就讲出来。像《佛说阿弥陀经》啊，并无多一个尊者来问伊。咱世尊自己呢，就以舍利弗为对象啊，来讲这部《阿弥陀经》。这呢，就叫做无文字自说。这也算讲是一种的题材啦。再过来第十位叫做弘讲，这个弘讲就叫做大弘讲。大弘讲这就是属于大乘法，所讲的就是大乘深奥的道理呢，就名叫做大弘讲。第十句呢叫做受记，这个受记啊，就是讲在经典内底，咱世尊有甲某一个弟子受记。像讲《法华经》内底有一个受记品，就讲某人啊，你搁在修行偌久，就会在啥物所在成佛啦。迄当时阵你成佛的佛号叫做讲啥物？你的国度是叫做啥物国度？你会当度偌济众生，你当阵的正法有偌久等等，即类呢，都是名叫做受记。这个受记呢，就是受以成佛之记，就是讲事先啊，来甲伊言辩啦，就是讲事先甲讲辩，讲你若照你去修啊，搁偌久在什么所在你都会当回来成佛顶，这叫做受记。合起来呢，就叫做十月菩经。所以这十月菩经应该就是讲经典经文内底做一个12种的题材。这十月菩经，咱毋通甲当作讲法华是一部
华严是一波，灵严是一波，金刚经是一波，毋通安尼甲算即个波，毋是安尼算法。那啥算法呢？就是错误啦。这12个部经是经典内底的12种的题材。当然啊，并毋是讲每一部经典啊，都拢有记载即12种的题材。有的经典有记载较济，有的经典无记载较济。但总共啊，在咱佛所的经典内底啊，对于即个组织的题材来分出来，会当分出即12种类。这名呢，就是做12部经。讲大小二乘12部经啊，解因人智。这个解因人智，就是讲拢总呢，就是伊为人也再来设置这名叫做解因人智。意思就是讲，随着大小乘的根基分呢，就来施设了大小乘的教法。那这个解因人智，咱即马摕一个比例起来说明。像讲《弥陀经》，这是一种的无文字著说的经典。为什么佛啦无地主来甲请示，伊就来讲出西方极乐世界即款的清净庄严的环境呢？为什么来讲这个净土法门的道理呢？这就是因为在咱这个世间根本呢，毋捌看到。根本都毋捌看到即个物件，无人会晓问啦。无人会晓问，当然佛只好呢自己先介绍出来，就等于讲，将来毋捌出国的人，毋捌去看到迄个外面的大都市好环境的所在人，当然你袂晓问咯。若袂晓问，你有去看过的人，当然你着自己爱甲伊介绍出来咯，要无哪会当甲你问即个代志咧？无人会晓问。这也是共款啊，随着众生之所设置，所以呢，拢是因人而设置即个三藏12部经。下面讲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即个一切修道路大小二乘12部经。因人设置这是无毋对，但呢，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就是讲有这个智慧性才法度好来建立这个经教，就是讲教育佛为着这众生来讲这个经典，讲这个道理，但教育啦。众生若是无智慧，众生若是袂当好来接受，讲即个道理，伊有啥物款的路用呢？因为无人当甲接受所以虽然是佛为着咱众生来设置了一切修道路大小二乘12部经，这确实因智慧性才会当好来建立。必须呢，爱咱众生本身有迄个智慧，有迄个接受的能力，安尼来设立这个经教，才会当发生着迄个功用。因智慧性方能建立就是咧指这个意思。所以佛有这个三藏12部经流传在这个世间如何会当好来发生着迄个经典的妙用呢？那就是爱看咱众生的本身。咱众生若是有够迄个智慧，会当来接受，就会当发生迄个妙用。假如讲咱众生的本身都无迄个智慧，袂当接受，安尼嘛是无法度来发生迄个妙用。下面讲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啦。讲假如若是无有咱世间人，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就是讲所有的一切诸法，这个万法是包括了咱世间的这万事万物。讲若是无咱世间人呢，世间一切的这万事万物呢，本自不有。
本来自然就是无的。那意思就是讲，由于有即个世间人，所以才有万物。所以面才讲呢，讲故知万法啊，本自人心。讲从即个所在，就会当了解讲一切万法呢，本自人心，拢就是由咱即个人啊，才会兴起。即个兴就是兴起，就是才会当发生的意思。这呢，对佛法讲起来是如此，乃至对所有世间法讲起来是如此。咱世尊在这个世间来说教，假如讲这个世间都无众生，伊说教要创啥？要度什么人？所以呢，佛法呢，这个世间若无人，佛法嘛袂兴起啦。同款的道理，咱现主时物质科学的发达，那每一个世界每一个国度，拢一直做这个科学技术的竞争。那这呢，也就是讲，因为有人啦。假如讲这个世间上若无人，根本连人都无啊，要啥物人来去发明这个科学？比如讲厝就好啦，有人毋才会当起厝。都无人，你叫啥人起厝？起厝起不了啥物人住？安尼呢，根本啦，一切万法呢，若是无世间人是本自不有所以这个万法呢，本自人心就是因为有人才有这个世间一切万法。这两句道理，用咱现在世间的事实来讲是安尼，而且这两句道理呢，应该也是互咱真正容易体会不过咱教主释迦牟尼佛虽然是伫咧毋是讲教主释迦牟尼，就是讲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虽然是讲若无舍利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心，讲起来是包括了一切万法，但是最主要也是前面的迄个一切修道路大孝义成就义普经解因人智就是讲佛法乃是由于咱人的需要所设立。既然佛法是由咱人的需要所设立，咱现在是伫咧做人，应该好好呢，就是爱会晓来体会佛法，在佛法中会当互来得到好处，咱才不虚此生。注意先听众，咱今仔节目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注意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